好，接下来咱继续注音的练习第一课。第六课第六课，歹势。注音注音。第二。安尼尔，不要紧，遮先看了就好。这课要教解注音是落音的注音。落音。B 是读做 B，G 是读做 G，N 是读做 Ng。这个 Ng 就是 G 的片化音。Ng 的片化音。请搁对我念一遍。G。Ng。NG 出现啦。G。Ng。搁对我念一遍。哎，靠呀。Ng。练习。Bong。Bang。Ge。Giang。Ngao。这个是猫还是猫？我唔知，应该唔是。这刚刚有一个蒙，有一个有意思尔，其他是无的。蒙。Ge。这个蒙敢是，对。这个蒙敢是邻邦的邦。看下。敢是这个邦。蒙啊，毋是帮忙。帮是五声哦，毋是帮哦。但是你这个有啊，水帮这。水帮嘛会使。水帮嘛甲水帮拢会使。嘿。Giang。猫。请搁对我念一遍。Bong。Bang。Ge。Giang。Ngao。哎哟，你拍啥啦？教了呢，靠腰很紧。后壁较紧的。这其实注音的部分真正是虽然是无啥物件，